你和陆师傅就是在这个地方见面的。对啊，别看了，正门被老树堵住了。我上次啊，就是从这儿翻出来的。来，糖儿，我扶你上去。啊，来啊，糖儿，有我呢。这小陈什么都看不见。来，糖儿，来，有点痒，没事，我能忍住。嘛呢？走正门。门开了呀。故意的。不是，他平时他，哎呀，你。